好多人都問咧，奇門遁甲其實有咩咁特別啊？冇錯啦，奇門遁甲咧就好似咧我哋現代嘅核武器一樣嘅。佢同咧紫微斗數同埋八字咧最大嘅分別咧，紫微斗數八字主要嘅部分咧就喺算命嗰度，但係奇門遁甲咧本身咧其實就係一套戰術嘅。古時嘅皇帝咧就全靠奇門遁甲呢一個兵法啦、戰術啦去攻城略地，因為奇門遁甲咧係用咗時間、空間同埋方位咧去進行一啲我哋叫卜算啦，同埋去進攻用嘅。其實好似咧帶咗個 GPS 去打仗一樣咁勁。喺 Covid 咧疫情期間咧，其實好多行業嘅生意咧相對都麻麻地，但係反而咧我個生意咧仲提升咗20%。究竟點樣可以做得到咧？其實主要咧就係奇門遁甲配合埋風水呢個佈局嘅話咧，其實可以咧主動出擊去無論提升生意啦，無論可能你喺考試嘅時候想提升個考試成績啦，或者一啲姻緣桃花，奇門遁甲咧都可以幫到你嘅。如果你都想精準解決健康、事業、人緣等等嘅問題，可以聯絡我，等我為你提供專屬嘅奇門遁甲同埋風水嘅建議啊！